今日嚟咗部 S320，佢搭載嘅係一個276嘅發動機。車主嚟嘅訴求呢，就係呢個發動機故障燈有時着咗之後呢，佢會有啲抖動啊。咁佢要我哋幫佢揾問題。咁通過我哋入電腦初步檢查咗，係進氣系統有外漏嘅一個情況。咁就呢啲車呢，十有八九呢都係因為時間耐咗，佢嘅廢氣管呢有外漏，導致混合氣過稀或者出現一啲咁嘅故障嘅。接落嚟睇下我哋點樣同佢揾問題，同埋去解決問題。系統檢測到有洩漏，而家噴清洗劑到懷疑有洩漏嘅地方，發動機會有抖動嘅現象。我哋需要咧拆開上邊嘅附件啦，先可以確定到佢嘅故障點嘅。嗱，而家繼續噴咧，係明顯有變化喺度。原嚟揾到啦，就係因為呢條廢氣管老化，導致佢斷咗，然之後台速唔穩。廢氣管咧就已經拆咗出嚟啦，就係因為爛咗啲少少嘢，導致佢拆咁多嘢。所以咧平時保養嗰時候咧就要留意下，因為咧行到10萬公里左右咧，呢啲膠件咧就基本上都會老化噶啦。搞掂嗱，阿棠你睇下嗱，全部正常翻晒啦。儀表嘅故障燈已經係消失咗啦。如果你部愛車都有發動機故障燈着同埋抖動嘅一個情況，可以過嚟中山寶德揾我哋免費為你提供檢查服務，精準為你排憂解難，你個需要我正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寶德哦。